而同紀先生結交相識超過30年嘅 Mabel， 喺佢眼中嘅紀先生又係一個點樣嘅人呢？佢中意咧就係影相，當呢度忙嗰度忙咁樣啊！但係佢影相之後咧，佢又好識享受，佢有時候遊船河啊咁。Mabel 咧由19歲開始咧就幫紀先生工作，一直去到佢組織家庭咧先至冇繼續喺個店裏邊做嘢。但係佢哋之間咧一直維持住好好嘅關係。有時紀先生需要幫忙咧，Mabel 都係二話不說㗎。佢話嘅，禮拜日佢去教會，咁我幫佢開門咧，佢晏晝先翻嚟咧，佢有時候會帶啲 lunch 俾我哋食啊。有時佢去旅遊啊，又會買禮物俾我哋啊。佢係好老細，所以我哋一路都 keep 住好好嘅 relationship， 好似一家人咁。嗱，OK，開心啲，嗱笑啲咁多，嗱笑啊 ！OK， 再嚟一張下 ，OK， 預備。可以睇到紀先生咧，雖然獨居，但係佢做到獨居生活嘅同時，亦都絕對唔會封閉自己嘅社交生活。